加上乒乓世界锦标赛球王争霸，咱台湾队的王启祥是拍入决赛，不过尾也是以0-4输予顶一届听学金牌斯洛伐克的选手凯纳基，尾也是摕到银牌。那银牌嘛是伊个人上好的成绩。这一届咱台湾队是摕到一个金牌、一个银牌、一个铜牌。听众桌球世锦赛上尾啊进行的是男单金牌战。7战4胜制，由世界听众桌球男单排名第4的台湾王凯祥对排第1的斯洛伐克凯纳基。第一局一开始时阵分数就加调的，凯纳基发球击球下3球，王凯祥无接到，比数变做7-10，凯纳基暂时领先。不过王凯祥无放弃，连续点2分带，看来就要入边啊！关键的时刻，王凯祥击球阁无接到，凯纳基欢喜甲压拳摕到第一局。尾啊7-11、6-11，王凯祥搁再让出2局，伫边啊代表团一直甲伊发声加油。到第4局，王凯祥3-7落后的时阵，全力进走，入到9-9平手。王凯祥所带来攻击的火力搁较强，不过凯纳基防守甲正班。上尾啊凯纳基这粒回击球，王凯祥无接到金牌赛啊！上尾这战，王凯祥全力奋斗，摕到银牌，也是个人上好的成绩。成绩是还蛮满意的，但是一开始状况不好，然后就是调整了很久。对，就是我在比赛处理比较不好的地方。大家都发挥得很好，对，也超出预期的目标了，对。男团金牌啊，男单银牌跟铜牌，比较可惜是双打没有拿到牌。不过整体来讲，成绩还是很好的。世界听众桌球锦标赛，台湾队总共摕到1金1银1铜。伫颁奖典礼，4位选手做伙，这边摕到男单男双混双金牌斯洛伐克选手凯纳基是职业选手，捌拍过一般的世界比赛，世界排名前50。因为有戏啊，将转拍听众的比赛，一捌来过台湾3遍，公正享受比赛过程，也搁现场唠一段中文。我乒乓好朋友太多了，中国人才配一样。比赛时阵是对手，比赛煞了是朋友。疫情解封了，台湾第一遍办世界级的听众运动比赛顺利结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